后来乡亲啊，即摆到马祖有上新的佚佗法，连江县甲台湾好行合作推出游岛专车，甲南竿、北竿、基隆甲东引这4岛的景点来做串联，佮随车来附导游解说。票价真便宜，200块起跳。希望你的年底进前带动1万人到马祖观光。海面上有哪些跟随着海影浮动，这就是马祖出名的蓝眼泪拿眼泪，被选为世界15大美景之一。有马祖地中海之称的金碧自浪，依照山势起的潺潺小塔，看起来真水。伫其中散步，感受马祖的美好。所来到马祖观光，想要去这景点，拢有专车接送。租机车或者租汽车，事实上马祖的地形其实，自己开车或者自己骑车，其实都有相当程度的危险性。那我们是希望说，透过台湾好行以公车的方式，而且它的价格也很合理。连江县甲台湾好行合作推出4乡5岛的游岛专车，车顶还有导游解说沿途的风景。订票嘛真方便，票价嘛真实惠，200起跳。像北竿，像芹壁。像这个战争和平纪念公园几个景点也都会到。那举光到像东莒灯塔等等，像东引的国之北疆、东引灯塔，所有的景点都会涵盖在这个马祖好行马祖的路线里头。70明仔载游岛专车就会正式启动，会一路驶到年底，估计吸引1万人次的人到马祖观光，要大家到马祖会使算了舒适佮安全。